好，各位大家好，咁我哋今日同大家更新翻個大市嘅狀況先啦。最近個港股嘅股市表現呢，講緊係近呢一兩個禮拜呢，就的確麻麻地嚇，咁而家呢，亦都係下試緊一個支持嘅位置。咁但係我哋去講個技術形態之前呢，有一樣嘢一定係同大家先分享同埋討論噶啦，就係特朗普最近公布嗰個嘅關稅政策。經歷過6年前2018、2019年股市嘅朋友呢，大家都應該記憶猶新嘅。當年嘅特朗普佢事後個態度係非常之強硬啦嚇，亦都係叫做第一波嘅關稅政策。咁喺我自己嘅 Patreon 喺2月9號呢，其實都好詳細去寫翻，其實喺6年前、7年前嘅今日，到底當時嘅中美貿易戰同埋關稅對個股市實際上係乜嘢影響嘅？當然你事後睇可能好簡單概括一個字，最後個市係跌咯。但係實際上其實當中係經歷咗好多嘅風波，亦都有好多所謂嘅真消息、假消息，所謂嘅向好消息、向壞消息係不斷互相交戰嘅。最後個市跌唔跌都好，我只可以話俾你知嘅就係佢唔會一條氣地向下，亦都唔會一條氣係向上。雖然話最後個結果有機會個股市的確個機率唔細嘅，特別以特朗普咁強硬嘅態度呢，個市可能未來長期會係向下嘅。但係中間嘅過程呢，係會令到投資者判斷上下方向嗰陣係非常之混亂。咁一陣同大家講翻，有興趣可以喺我哋嘅 Patreon 睇翻嗰邊嘅文章啦嚇。咁但係我哋先講翻而家市場嘅狀況。今次特朗普佢加個關稅呢，你見涵蓋嘅國家基本上係相當之多㗎。當然啦，佢亦都喺個關稅度有個好好嘅講詞啦，好好嘅藉口就話：喂，人哋都有咁多嘅關稅啦，我已經俾咗 discount 你哋㗎啦。咁我今次加關稅嘅原因呢，就唔係話要剝削你哋，而係要保護翻我哋自己嘅國家。咁個理由亦都相當之冠冕堂皇啦。你問我嘅話呢，以特朗普咁強硬嘅態度呢，我諗呢件事個關稅呢係點都會實現噶啦。只係實際上涵蓋個商品有幾多呢？或者未來嘅關稅會唔會上下調整啲呢？咁呢個仲有少少機會，但係大家可以係有個先定嘅立場啦，就個關稅會實現嘅。咁其實真正實現個關稅對於如果以6、7年前嘅經驗，實際上個經濟體有咩影響呢？特別對於美國你見個股市呢，其實而家都好反映就係市場大部分媒體啦去點樣睇個股市噶啦。你見呢，正式實施咗關稅之後，或者有特朗普上台之後呢，當然曾經亦都做升過一輪啦但係由6000點，如果以標準普爾500指數嚟計呢，向下都已經係跌咗接近2個月嘅時間。第二件事呢，就而家普遍市場最擔憂嘅地方就係關稅，好簡單，就係商家嘅成本會增加咗。咁根據以往嘅經驗，商家成本嘅增加呢，反而對供應商嘅影響係相對地有限嘅而個增加個成本好大機會係落咗去消費者嗰度。簡單嚟講，即係話會造成美國社會一個幾嚴重嘅通脹，呢個係第一點。但係你要知道，加關稅造成嘅通脹會唔會令到啲商品更加好賣？會唔會令到商家佢個生意好咗呢？咁當然係唔會啦，啲嘢貴咗啊嘛。咁所以呢，其實目前嚟講啦，叫做最擔心嘅一個情況呢，就係所謂嘅滯脹，即係話經濟其實係一個停滯嘅增長，但係個物價係向上增加嘅。咁當然呢件事叫做關稅啱啱開始講啫嚇。咁當然你而家話就係滯脹呢，咁的確係言之尚早。咁不過以6、7年前嘅經驗啦，同埋好多經濟學分析嘅文章都係普遍比較擔心呢個社會嘅現象。咁不過我哋去講翻，如果咁嘅情況下，對於中港股市嗰個嘅影響會係點樣呢？首先你會見到嘅就係無論係中國股市啦香港嘅股市啦，第一就係當然最近都回嘅，但係佢個跌幅呢，相對美股呢係冇咁嚴重嘅。又或者你睇上證啦甚至琴日嚟計呢，就近乎叫冇跌過噶啦。咁當然你話個核心原因係乜嘢呢？首先就係以往一路非常之強勢嘅美元指數呢，你見係跌得幾深嘅咁當然大家可能對於美國經濟嘅擔憂啦，咁當然有部分嘅資金呢，亦都會係抽出咗美國。咁同時間呢，你見到就美國嘅國債利率呢，同時都喺度向下緊嘅。換言之，喺美國嘅投資回報呢，
呢個時候嘅預期至少係低咗。喺個美元指數大跌嘅狀況之下，其實就會導致咗好多資金抽出咗美國啦。咁你諗下美國一個咁多資金嘅市場上面抽出咗其他，哪怕每樣分少少落其他嘅新興市場，包括港股市場，就會係導致一個非常之華麗嘅上升啦。特別呢，如果相對翻2023-24年嘅香港股市，大家都話呢個市場好缺水，但係你見到呢，由特朗普上任開始啦，2025年左右有一定嘅資金去流入翻去其他市場，包括中國市場、香港市場，你見到就會造成一個非常之亮麗嘅升浪。咁只係你必須要面對嘅現實就係而家嘅香港市場呢，已經唔係之前2年前嗰個每日1000億成交嗰個啦，而家呢，相對地呢，係每日2000幾3000億成交嘅一個市場。咁所以呢，呢個 effect 呢亦都會相對地冇咁大啊。但係你亦都可以側面見到就係港股叫做就算跌呢，下跌嘅幅度呢係相對美股會溫和好多嘅。咁所以你話長期當然美國經濟差對環球經濟都唔係一個好事。好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淨係討論短期內呢，喺個美元指數急跌嘅狀況之下呢個位置呢，我哋仲需要去睇一睇去判斷翻個短期嘅走勢嘅。咁有兩個比較重要嘅資訊呢，可以話俾你知，就係短期我哋會睇嘅位嚟嘅。第一個呢，就唔希望佢收市跌穿22,500點至22,600點嘅水平，希望佢收市咧維持喺呢個上面。咁我哋仍然覺得呢個市仍然可以炒下嘅。咁否則呢，萬一真係跌穿嘅話呢，特別係如果大陰燭大成交打穿嘅話呢，就會造成一個都幾容易見到一個短期一個頭肩頂咁嘅狀態。好，咁但係如果真係頂得住呢個位嘅，甚至喺而家依刻開始計呢，係可以連續多兩棍嘅大陽燭反彈嘅話呢，話唔定個市呢有機會起碼試翻去24,000左右嘅水平。咁因為暫時短期嗰個嘅技術型嘅睇法啦特別喺美元指數急跌嘅狀況之下呢，如果呢個位置哪怕之前有啲貨嘅可能要係考慮去沽出啲股票想止蝕嘅話呢，哪怕你未來止賺又好，止蝕又好，咁我自己起碼我會去睇多呢幾百點啦真係打穿咗嘅就再部署。咁如果萬一佢 in case 呢個係美元指數急跌之下，可以講嗰個幾強勢嘅反彈浪嘅話呢，咁我哋亦都可以等埋呢幾日針對中國股市嘅話呢，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其實本來中國股市呢就係一個相對內循環嘅狀況嚟嘅。咁個缺點當然亦都好明顯啦即係好似2021、22、23、24嗰啲嘅內房爆煲，咁你淨係內循環嘅，外圍經濟幾好都救你唔到啦。咁你見係經歷咗好黑暗嘅2-3年啦。咁但係最近嚟講呢，就叫做中國繼續係推翻個寬鬆嘅政策，尤其係美國相對地全球性嘅撩交嗌嘅話，會唔會反而係有利個中國股市呢？尤其本身中國都係行內循環噶啦，實際上個關稅，如果你計一個頂級嘅上市公司呢，本身好多公司嘅出口量都唔係話真係佔比咁多嘅時候，反而咧，中國類型嘅股市咧就未必真係咁差嘅。咁當然我哋而家所討論嘅所有嘢都係一個短期內嘅考量因素咁但係以中線嚟計咧，點樣發展？當然我哋亦都要一步一步去睇咁但係你話呢個時候中港股市會唔會一定係好差呢？我暫時打個問號嘅。好，咁當然我哋亦都有啲嘅個股啦，可以同大家更新翻。同時咧，有某啲嘅個股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判斷個市場，起碼而家點睇個股市嘅。好，咁如果大家咧亦都有興趣睇更加多我哋嘅分析嘅話咧，可以用80蚊一個月嘅價錢去 join 我哋嘅 Patreon啦。你見呢一路都會有相當之多嘅更新，關於個股市嘅睇法啦關於可能特朗普以往關稅嘅情況係點啦，6年前、7年前嘅中美貿易戰係個股市到底呈現一個咩狀態啦？呢個類型嘅分析文章，大家只要用80蚊一個月，即係話一本書、一餐晏仔都唔使嘅價錢呢，就可以睇到我哋嘅更新噶啦。所以有興趣各位，期待 Patreon 見到大家。好，咁事不宜遲，我哋去更新翻啲個股同埋資金嘅狀態最近呢，仍然都係一個老規矩嘅狀態嚟嘅確實最近呢一段嘅下跌市呢，
係有部分嘅外資嘅資金係流走咗嘅。咁但係咧，北水繼續係充多個大好友嘅角色。咁根據以往經驗啊，如果外資買，北水又買呢個市就相當之強勢㗎啦嚇。咁而家就繼續係一個老舊嘅北水買，但係外資咧一定流走嘅一個狀態。大圍嘅狀態係咁，但係咧有部分嘅股份呢，仍然都會相對地做得比較好啊。即使外資啊喺其他嘅股份，例如係之前嘅3690啊嚇，甚至係1810啊、9618啊。等等咧，其實都預先有一定嘅資金去流沽貨噶啦。有兩隻股票咧，就真係相對地比較硬淨嚇，似乎真係要沽嘅話咧，佢哋最後先會沽呢啲股票啊，就係700騰訊。另外第二隻咧，我認為會係市場一個非常重要考慮風向嘅一隻股份嚟嘅，就係388。咁正如我哋啱啱所講，香港特別對港交所嚟講啦嚇，個市升個市跌咧。咁其實實際上對間公司嘅影響咧就唔係話好大嘅，對港交所最大嘅影響就係呢個市場有冇人炒。咁所以當個市場個成交量好低嘅時候呢，咁港交所個表現就確實真係好曳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日日2000幾3000億一路 keep 得住嘅話呢，咁其實對於港交所嗰個嘅活力啦嚇，整個香港市場嗰個活力啦，會係個好好嘅刺激嚟嘅。因此我認為港交所會係短期內啦，你真係想關注個市場嘅情緒啊，大家對於未來個股市點樣判斷啊，港交所會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市場指標。咁所以話港交所升得起嘅個市唔會太差嘅，但係如果港交所真係急跌嘅話呢，亦都係側面地大家覺得可能最近個股市真係冇乜信心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咁就388同埋700呢，就外資雖然係走貨，但係真係冇走呢兩隻嘅。咁至於其他嘅科技股呢，的確最近高位係有啲流走嘅，例如係9988啦、阿里巴巴，啱啱講到嘅3690高位有啲流走，咁但係似乎短暫有啲流走完嘅跡象啦。關於小米呢，就需要詳細去講一講嚇。以我哋之前嘅計算呢，55-60蚊呢就真係太貴啦，對於呢隻股票嚟講。當然你不能夠否認小米嘅新車SU7呢，的確係賣得好好，但係佢呢個好，就算計埋我哋對於未來嘅期望值計埋入去呢，其實如果到55-60蚊喺2025年年頭嘅角度嚟睇呢，都有啲真係太過誇張啦。咁所以呢，其實喺55蚊樓下呢，我哋見到幾大量嘅流走嘅。但係40蚊、35蚊左右呢，我哋認為係一個小米相對地合理嘅價格。短期內以我哋對資金嘅觀察呢，我哋覺得有機會係彈翻啲但係彈翻啲之後呢，呢個估值都係有啲高啊。另外最近表現非常好嘅，開始有啲嘅沽貨同埋走貨嘅盤啦咁我哋之前呢，其實喺 Patreon 都有分享過呢隻股份嘅992泡泡瑪特呢。講真，你唔好睇到162蚊咁貴啊，其實升到而家呢個市值先係2000億港紙嘅啫。2000億港紙咩概念呢？即係300億美金。你喺美國嘅容量嚟睇呢，佢只係一間中小盤嘅股份嚟嘅啫。好咁，但係升到2000億呢，以暫時泡泡瑪特嗰個嘅體量嚟講，佢係一間好公司嚟嘅。但係以佢個體量嚟講呢，就可能差唔多。有個別股票呢，外資都幾中意喎，例如係2328中國財險，即係講緊喺個咁嘅市下面呢，其實都陸續仲有啲股份係破頂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呢，如果你揀啱股票嘅話呢，咁我相信其實個表現呢都未必真係咁差嘅。好，咁當然啦，你齋睇外資呢，其實個市會淡淡地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計埋北水嚟講呢，我哋做個更全面對於一個資金整體嘅暫時嘅分析先啦。資金呢有幾類股票係見到有流入嘅，第一個當然係避險嘅黃金啦，特別係美國咁多資金抽走嘅時候呢，咁大家對於新興市場又未真係咁有信心，就的確係好多股票流入咗黃金資源咁嘅狀況下面嘅。例如我哋可以睇下美國啦，代表黃金嘅 ETF 啦，你見係一個持續破頂嘅階段嚟嘅。咁黃金叫做喺假如未來真係出現一個跌市呢，跌市初期呢個避險效果相當之唔錯，唔止避險你仲可能會有少少回報啦。因為真係如果個經濟太蕭條乜市都冧噶啦，你唔好你啲資金抽去 A 定抽去 B， 你抽邊都冧噶啦。咁但係如果初期嚟睇呢，你要理解金融市場一個咁嘅特性，就係大家最敏感嘅波動最大嘅一定係股市，因為你賺得快，我亦都 expect 你風險大，蝕得越快。咁你一下子將啲錢抽出嚟之後，嗰筆
錢要揾地方安放噶嘛，尤其唔少嘅基金呢，佢哋定期會出 report 啦嚇，report 期內呢係不能夠有太多比例嘅現金嘅。大家唔知有冇做過係即係銀行嗰類嘅 financial planning 啦？理論上做乜都好係唔會有太多嘅現金嘅，因為我要擺現金，我使乜揾你啊？係咪先？咁所以呢，就其中一個最直接避險情緒最高嘅就流入啲大價嘅商品啦，例如黃金啦，可以容納大量嘅資金。OK，咁而家港股市場都係出現同一個狀況啦嚇，資源類嘅黃金類嘅板塊呢，最近都走得相當之唔錯嚇，其中一隻呢，就個資金最近流入情緒都幾高嘅，又相對地高息嘅1088中國神華。咁另外呢，計埋北水嘅話呢，有幾類股份都係資金嘅集中地嚟嘅嚇。第一隻701啦，騰訊嚇，雖然都係回㗎啦，但係都相對地比較堅挺啲。外資沽得幾緊要嘅，但係北水都幾持續去集中資金喺呢隻股份度嘅941中國移動。咁另外啱啱提到嘅388啦，當然都係資金嘅集中地。內銀股都唔錯嚇，比較有兩隻呢，就真係個走勢同個資金情緒都好唔錯嘅，暫時仲未見到流走啊。例如係3988嚇中國銀行、3328交通銀行。咁當然大路啲嘅話呢，就以中國銀行3988為主啦。咁另外啱啱提到嘅9992啦，同埋6862海底撈，都係叫零售股入面呢，資金相對地未有太大嘅流走啊嚇。咁另外仲有兩隻嘅，一隻係2388中銀香港，同埋288萬洲國際，都係資金個情緒會比較好嘅幾隻。有幾隻黑馬嘅股份嘅，第一隻我想點名一下嚇，當然個風險大嘅，但係佢突然向上爆一大棍啊！或者類似2023或2024 9月10月，我指住呢啲浪呢，突然間爆依棍，我唔出奇嘅，因為見到有部分嘅資金咧喺度默默咁樣儲緊貨啊，咁而且呢隻股票呢，暫時亦都未真係向上突破，咁所以大家注意下啦，唔知會唔會呢隻股票突然間向上抽幾棍，有機會㗎嚇。咁其他幾隻黑馬少少嘅比較少人買嘅300美的。大家應該好耐冇留意過啦，但係最近個走勢飛天咁樣嘅3號仔中華煤氣，有隻冷門少少嘅製藥股1530三生製藥，咁但係坦白嚟講咧，1530呢類型嘅股票我唔係好敢掂㗎嚇。最近表現都唔錯嘅2338濰柴動力嚇，同埋同樣係香港高息股啦，6823香港電訊，特別美國息口跌得咁急嘅情況下面呢，一啲香港穩健嘅高息股呢，又重新有翻一定嘅市場吸引力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我哋暫時關注到市場上面仍然比較好嘅幾類板塊呢，就係我哋啱啱去提到嘅呢啲短期內大家關注翻恒指最好收市唔好跌穿22,500點至22,600點嘅水平。第二就係如果個市真係強嘅話呢，希望未來2日呢即刻向上咬兩棍啦。咁否則嘅話呢，即使係美元指數急跌嚟講呢，可能個市都未必短期內真係好樂觀。咁但係呢個時候一下咬定中港股市會跟住美國股市咁樣大冧嘅，我又覺得言之尚早。OK， 好，咁我哋暫時就更新先到呢度。想睇更加多我哋嘅 update， 歡迎嚟 join 我哋喺 Patreon， 期待喺 Patreon 見到大家。中意嘅話可以俾個 like 條片，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我哋今日先到呢度，我哋下一集再見。